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民主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会》。今日来到关西，关西有一种特产叫做仙草。那边有一个专家叫做仙草병入调有毒，到底係樣辦呢？同大家來看啊。Hello， 李大哥，你好。你好。哇，现在你就在做酱油了，对不对？李大哥，关西有一个特产叫做仙草。你就嚟仙草병入调有毒哦。系啊，真的。是俩仙草啊。这就是仙草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晒干的。嗯。可是这个仙草晒干的，跟这个我们走菌过的豆子要怎么结合呢？哦，俩走菌过的豆子哈，来俩병俩晒热头哈，佮风味下好。哦。佮俩差不多下병哦降毒哈。对。会180天哦。180天哇，那这样差不多要6个月6个月的时间。那有没有哪一缸已经有6个月？可以让我闻闻。哦，可以啊，在那一边啊，很香哦。那我们来去看看。好。去俩讲系吗？对啊，是俩讲啊，那大家观看哦，哈，好。好期待哦。好，你干啊，来。有安香的豆，好香哦。来，请你试，这样试试看啊，哎。真正好吃的酱油啊，就是要在你吃下去的瞬间的下一秒马上回甘。手工调酒当好讲哎。系啊，做这干差不多7年月了。真的，不过人家说啊，时间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面，所以它真的是值得等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今天跟着我一起去学做这个手工仙草酱油，真的很香哎。不过呢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单字。第一个看到就是酱油，调酒。第二个看到就是仙草，仙草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：手工酱油很耗工。手工调酒当好讲，手工调酒当好讲。不过啊，虽然手工调酒当好讲，可是真的很香哦。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学客家话吧，拜拜。